第103期康盟專訊。康盟首次派隊參加全港芬蘭木棋挑戰賽。我們康健啟動計劃推廣至今，已推出了多個新興運動項目，培養會員興趣及做運動的習慣。當中，芬蘭木棋更成為了我們的王牌項目，深受歡迎。不少學員由當初戰戰兢兢、技術幼嫩的新手，在參加多次木棋班組後，變成技術精湛的老手。因此，在新興運動協會的邀請下，我們從以往木棋班組中挑選了2隊隊伍代表康盟，在2024年12月22日出戰全城青年夢飛翔全港芬蘭木棋挑戰賽，讓學員展示努力的成果。這亦是我們首次派隊參與新興運動比賽，意義重大。比賽當日高手雲集，共有24隊隊伍出賽。每個參賽者都經驗豐富，大家全力以赴，爭取勝利。除了殘疾朋友外，場上亦有充滿活力的小朋友、年輕力壯的青少年，更有技術超凡的木棋教練。即使大家來自不同的群體和年齡層，彼此在競爭的同時，亦不忘互相鼓勵，體現出多元共融的精神。面對眾多高手，我們隊員卻不遑多讓，使出渾身解數，彼此各有勝負。表現令場內所有人讚嘆，殘疾朋友出色的發揮，更展示了他們絕對有能力與其他朋友在同一運動項目的賽場上一較高下。相信比賽過後，隊員玩得盡興之餘，亦都吸取了寶貴的經驗，將來可以再上一層樓。而大眾都對殘疾人士的運動能力有全新的認識。康健啟動計劃會繼續推廣殘疾人士社區健康，並探索參加不同運動比賽的可能性，讓更多會員可以在比賽場上發光發亮。公益金撥款資助服務介紹。康盟異動。社會對殘疾人士仍然存在隔膜、不認識和誤解情況，時有出現，皆因缺乏接觸和溝通。康盟重視社區教育，鼓勵社會多接觸多認識殘疾人士。最好的教育就是直接參與。有見及此，我們很早之前已在公益金撥款資助下，成立了康盟自己的義工組織康盟異動，凝聚了一班來自不同背景而又志同道合的成員參與其中，提供義工服務，並與會員建立緊密的聯繫，互相關懷，從而推動傷健共融。成員除了協助我們舉辦和進行不同的文娛康樂活動，更有機會運用自己的經驗和長處，親身策劃活動，不僅會員有所得着，義工的個人發展亦有所提升。我們亦希望透過異動感染社會，不論是義工的家人朋友、曾在康盟實習的同學，還是其他社區成員，我們都歡迎他們的參與，以推廣服務社會的風氣，引起大眾對殘疾人士的關注，讓社區服務的風氣和關愛共融的精神得以傳承。其中辦理是異動資深成員之一，已服務康盟10多年，獲益良多。他參加過各種義工活動，例如賣旗籌款和海洋公園的同樂日等，從中了解到不同類別的殘疾人士有着各自的需求和溝通方式，也體會到社會上仍有許多人需要關懷、支持和鼓勵，以幫助他們融入社會，讓他們不會感到孤單無助。他更有機會帶着女兒一同體驗義工生活，關懷殘疾人士。這些經驗不僅讓他學到與人溝通相處的技巧和認識一班志同道合的夥伴，也增進了他對女兒的了解，並將這份義工的使命感薪火相傳下去。經常參與我們活動的會員，相信不會對巴尼感到陌生。他曾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手工藝班及護膚品 DIY 工作坊，深受會員歡迎。在接下來的日子，異動的成員會為大家策劃更多活動，而我們亦會繼續提供空間給一眾義工發揮創意，創造獨特而有意義的體驗，讓各位會員及義工都能享受活動的過程。最新消息，康盟異動榮獲優秀義工團隊2024嘉許，為推動區內協作及推廣義工服務，共同建構和諧共融的社區，黃大仙及西貢區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協調委員會於2025年3月1日星期六舉辦優秀義工嘉許禮暨分享會，旨在表揚黃大仙及西貢區的義工及機構對社區的貢獻。去年
我們開展的兩項新計劃：園藝角落計劃及康健啟動殘疾人士健康管理與運動普及計劃。康盟異動的義工都是核心支援的義工，他們亦為會員舉辦實體及線上工作坊，包括製作小手工、製作防蚊包及防蚊膏、秋冬護膚品等。他們與會員建立了良好及正面關係，因此會員們都十分熟悉他們，彼此相伴同行。正因為以上的工作及貢獻，獲得優秀義工團隊2024嘉許。在此，我們感謝康盟異動多年來的貢獻。實習社工介紹。大家好，我係陳雅儀，係新嚟嘅實習社工，大家可以叫我雅儀。接下嚟呢3個月我都會喺度實習。我平時中意做嘅嘢有聽音樂、做手工同出去周圍玩等等，而我之後仲有一個做手工嘅活動，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嚟報名啊。平時想同我傾下偈嘅話，都可以嚟搵假。對2025至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的回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剛剛發表了2025至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推出強化版的財政整合計劃，包括削減政府經常開支7%。我們在諮詢過程中曾經提出不少建議政府進行資源投放的策略性整合，相對涉及民生、支援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的領域，則避免大幅度節源，避免影響殘疾人士和照顧者的生活。很可惜，預算案沒有採納我們的建議，部分福利措施更要開刀，要殘疾人士埋單，我們表示非常遺憾。殘疾長者出行需要十分大，乘車優惠設限咗社區參與。不少殘疾長者本身都有極大出行需要搭乘交通工具，而且很多時前往目的地是需要搭乘多於一程的交通工具。若然加上照顧需要，如陪同家中殘疾人士復診等，使用交通工具的程數就會增加，而且因應年齡增長及身體機能退化，求醫接受治療的情況頻率只會增加。可惜財政預算案宣布收緊長者2元乘車優惠措施，限制長者每月可使用該優惠的次數上限及附加乘車優惠的使用條件，無疑是為殘疾長者參與社會造成阻力。不少殘疾長者擔心會超出每天程數上限，未能負擔額外交通支出，而放棄外出接觸社會。社區支援資源策略若石亂投，照顧者悲劇只會不停再發生。我們在與財政司副司長會面時，已表示政府確實有投放不少資源，但成效並不是很顯著，認為現時資源投放沒有針對性的策略，以致無法對症下藥。針對性支援最需要的照顧者，他們面對的壓力和問題是最大，但現有措施未能到位。適逢面對財政赤字，政府更應該檢視當前策略，完善資源投放。可惜預算案沒有再提及照顧者，我們提及調撥資源與建立高危照顧者名冊，聯繫企業及私人家族慈善基金，資助深宵情緒及危機支援服務。殘疾人士自助組織與關愛隊的結連互補，全無蹤影。我們強調，正因為政府面對財赤，更應該重點審視和規劃，針對照顧者支援的資源投放，如何能夠更具針對性、更有效、更到位。智慧實踐不能淪為口號，關顧數碼新秀政府有責。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亦花大量篇幅講及人口智能的研發與應用。電子銀行等，可以預示未來數字應用只會越見普及。普及的同時，亦需要照顧使用者應用能力，並非每一個殘疾人士都有足夠的知識及裝備融入數碼時代，這是涉及軟件和硬件的互相配合，增值技能同樣重要。我們曾建議於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增撥資源，為不同年齡層的殘疾人士提供數碼培訓課程和技術支援的項目。另一方面，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應善用大數據，優化智慧出行策略及完善線上地圖導航平台的通達設計，並與運輸署的出行易程式和旅發局的人工智能行程規劃平台進一步整合優化，產生協同效應。營商市場陷寒冬揾工難上難，
風氣不濟共融就業紙上談兵。殘疾人士面對就業困難，很多時源於固有刻板印象及對殘疾人士的片面理解。事實上，殘疾人士的工作表現可以很出色，成為社會勞動力的強勁動能，對本地經濟發展有正面作用。職場上，企業文化及管理層十分關鍵。若然他們認識殘疾人士，認同殘疾人士具備潛力，只要安排在合適工作崗位，一樣可以發展無限，發光發熱。要推動殘疾人士就業，政府應該以身作則，積極為促進殘疾人士就業。可惜預算案就改善殘疾人士就業的內容少之又少，只提及恆常化優化職業康復服務試驗計劃。我們再次要求政府向各大商企提供經濟誘因，例如稅務優惠，在外判合約中加入聘用殘疾僱員，可增加中標機會的條款等，鼓勵他們聘用殘疾人士。推動交通通達進程異常慢，通達出行願景一等又再等。隨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社會對於可供輪椅上落車種的需求只會持續增加。預算案中，政府表示會推動文化、娛樂、體育盛事活動，發展海濱和地標，亦倡議無處不旅遊的策略。可見未來對通達交流的需求，更會吸引到海外的遊客。因此，政府需要作具前瞻性的部署，把握時機。在預算案諮詢過程中，我們曾關注推動通達交通工具的現行計劃及普及情況，及當時建議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視現行的資助項目，省卻不必要的開支。建議整合現行電動公共小型巴士先導試驗計劃和低地台小巴試驗計劃，並分層級批出資助。如營運商選用通達的小巴車型，可獲得較高資助額，並且提供經濟誘因，例如限時免牌費、免驗車費和維修補貼等，吸引更多營運商參與計劃。可惜預算案只是維持過往的交通策略，在新能源運輸基金再注資推動綠色運輸，包括電動巴士，進一步削減社福資助，最終影響服務對象。今年預算案表示，2025-26年度至省政府經常開支的幅度將由原來1%增加至2%，並延續2年至2027-28年度，並要求相關政策局檢視社會福利、醫療衛生和教育方面的開支。我們擔心大型社福機構的資助進一步被削減，及中小型機構最終亦會受到影響。除政府資助外，社福機構大致主要收入途徑為尋求籌款、公益金撥款及開展額外收費服務，但中小型機構在以上3種途徑都有局限。尋求籌款方面，只有知名度高的大型社福機構才能得到大額捐款，而且在現時經濟環境下，市民捐款意欲亦低迷，公益金撥款亦削減資助。開展額外收費服務方面，中小型機構人手及財政緊絀，難以貿然開展新服務。收費亦難以脫離服務對象的負擔水平，故中小型機構開源實在困難重重，只能節流、削減非資助服務及影響資助服務水平，最終受影響的只是服務對象。故我們認為政府不應削減中小型機構資助，同時我們提醒政府，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下亦有不少小型殘疾人士組織及病人組織。我們希望政府同樣不要削減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資助，以免影響接受服務的殘疾人士及病人。應邀實地視察啟德體育園。我們自啟德體育園於草圖規劃階段，已參與於持份者諮詢的各部分，並於其後不同時段及不同場合，均持續關注項目的發展及規劃，先後與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及其後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政務司和營運方的體育園公司及新世界集團，表達對園區設施通達水平與配套的關注，監察工作沒有慢下來。委員歐榮光與計劃幹事鄧日天於2月19日應啟德體育園邀請，視察園內3個主要場館，包括主場館、體藝館及青年運動場。如運動員更衣室缺乏足夠通達配套，場館點字資訊過低，輪椅位狹窄等。當天即時提出關注及建議，期望園區作出改善，大幅提升通達水平。視察後，我們亦整合當天的觀察，
向政府當局提交詳盡書面意見。康健啟動殘疾人士健康管理與運動普及計劃，東寶慈善基金資助，繼續貫徹我們的理念，一直推動基層醫療元素，健康促進。11月至2月期間，我們舉辦了一系列健康管理及疾病預防講座、新興運動短期班及自在玩，藉此提升殘疾人士的健康管理意識，建立殘疾人士對運動的興趣，讓殘疾人士痛症逐步舒緩。健康管理及疾病預防講座及工作坊，認識哮喘和氣管敏感及治理健康資訊講座，長者及殘疾人士秋冬保健健康資訊講座，通則不痛，中醫談經絡不通健康資訊講座，中醫看睡眠作息健康資訊講座，糖尿病預防與併發症護理健康資訊講座，認識骨質疏鬆及治療預防健康資訊講座，中醫痛症穴位工作坊等。新興運動體驗工作坊及短期班，第4期芬蘭木企短期班，第1期地壺球短期班，第2期地壺球短期班，芬蘭木企自在玩時段等。活動回顧，展出新髮型。臨近農曆新年時，當大家購買新衣服到髮型屋剪頭髮，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對一些坐輪椅或者行動不便的朋友來說，到髮型屋剪頭髮，而坊間一般髮型屋未必有足夠的通達配套，並非一件易事。由專業髮型師組成的義工團體義剪義，與我們夥伴協作多年，正因為他們明白到他們面對這樣的困難，所以多次與我們合作，在資源中心舉辦展出新髮型活動，活動亦得到社會福利署資助。於2025年1月2日，他們又再次為我們會員舉辦活動，為一眾會員提供免費剪髮服務。當日的義工都非常熱心，且具有相當豐富的經驗，憑藉專業的手藝，幫助會員轉換新髮型，令會員心滿意足地迎接新年。提供免費剪髮活動的同時，我們社區倡議亦沒有停步，致力推動社會引進通達髮型屋，包括有通達的出入口，平坦而沒有梯級，方便小朋友、長者、殘疾人士。此外，亦有可方便輪椅人士使用的剪髮或洗頭設備等。共融關懷顯愛心。適逢農曆新年，我們在2025年1月17日舉行了共融關懷顯愛心活動，向會員派發福袋和年糕，讓他們感受到農曆新年的氣氛。特此鳴謝銀杏館、達對抗和興百花油藥廠有限公司慷慨捐贈物品給我們。馬賽克杯戰小手工活動。康盟最近與金鐘青年獅子會合作，由金鐘青年獅子會的青獅及義工們設計及籌備，舉行馬賽克杯戰小手工與視障會員，提早慶祝2025年的到來。活動在2024年12月29日舉行。活動當天，青獅及義工們分批到港鐵站和附近的巴士站接我們的視障會員前往中心，十分體貼。當天，義工們準備了多個破冰小遊戲，例如分組進行的故事接龍，大家都因故事千奇百趣，都抱腹大笑，笑聲此起彼落。會員與義工們亦因此更為熟稔。破冰小遊戲後，就是小手工環節，主持帶領着各個小組進行馬賽克杯戰製作。大部分會員都是第一次參與馬賽克製作，所以很有新鮮感。義工們為了讓會員更掌握，很細心地描述不同材料及擺放位置。活動舉行當日臨近除夕，義工們都十分窩心，準備了一些禮物給參與活動的會員，令會員感到無限暖意，預祝新年快樂，迎接2025年。活動宣傳：台閃盒子工作坊，活動編號356。想綠化家居，又怕冇時間及不懂打理，今次就是一個好機會。導師會介紹生態平微景觀，教你製作一盤台閃盒子，更重要的是會教你打理方法。日期：2025年5月9日，星期五。時間：下午2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地點：陳福成資源中心。地址：香港九龍橫頭磡村宏祖樓地下11至12號。費用：20元。內容：
生態平微景觀介紹、打理方法、製作一盤台閃盒子。名額10位。截止報名日期2025年4月25日，星期五。1. 活動將於2025年4月29日，星期二進行抽籤，敬請留意。2. 康盟同時會於2025年4月30日，星期三或之前通知中籤者。3. 沒有收到通知，即表示未能中籤。活動宣傳：康健啟動殘疾人士健康管理與運動普及計劃，認識常見眼睛疾病之成因及護眼保健。活動編號357，日期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地點香港復康聯盟陳福成資源中心，地址九龍橫頭磡村宏祖樓地下11至12號，費用免費。講者梁婉玲博士，香港都會大學護理及健康學院助理教授。芬蘭木企自在玩時段2025年5月至8月，康健啟動計劃推展至今，芬蘭木企是康盟王牌活動之一，每出推出宣傳，報名都十分踴躍。除了體驗工作坊和班組外，我們了解到會員平時都想在課堂以外的時間，與其他會員朋友組隊練習交流，增進技術之餘，亦拓闊圈子，認識更多會員。所以我們舉行自在玩時段，過去已經舉行過多次，會員反應熱烈，報名踴躍，機會難得，有興趣就坐言起行，馬上報名。芬蘭木企自在玩時段2025年5月份，活動編號358，日期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地點香港復康聯盟陳福成資源中心，地址九龍橫頭磡村宏祖樓地下11至12號，名額8位。芬蘭木企自在玩時段2025年6月份，活動編號359，日期2025年6月30日，星期一，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地點香港復康聯盟陳福成資源中心，地址九龍橫頭磡村宏祖樓地下11至12號，名額8位。芬蘭木企自在玩時段2025年7月份，活動編號360，日期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地點香港復康聯盟陳福成資源中心，地址九龍橫頭磡村宏祖樓地下11至12號，名額8位。芬蘭木企自在玩時段2025年8月份，活動編號361，日期2025年8月27日，星期三，時間下午2時30分至4時30分，地點香港復康聯盟陳福成資源中心，地址九龍橫頭磡村宏祖樓地下11至12號，名額8位。康健啟動殘疾人士健康管理與運動普及計劃，社交平台啟動。康健啟動殘疾人士健康管理與運動普及計劃由東寶慈善基金資助，主要是回應殘疾人士健康管理與運動普及是兩個核心社會需要。此計劃期望聚焦推動殘疾人士地區康健及普及運動的策略，與政府工作產生協同效應。計劃背後的理念，亦希望配合及實踐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精神，透過計劃的設計和內容的執行，實踐第25條健康，促進殘疾人士身心健康，亦為殘疾人士體現第19條獨立生活和融入社區，構建有利條件，如延緩活動能力退化，使他們有條件留在社區。此外，計劃亦期望實踐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 中的第3點，確保及促進各年齡層健康生活與福祉，強化疾病預防、
促進心理健康等。為了讓大家更加了解計劃內容、最新動態，我們特意開啟專屬社交平台，大家快快來讚好及追蹤。